機械人速遞第14個賽日，10月26日，沙田人馬最新嘅飛數移動，截飛時間11:45，開跑時間12:45。上戰嘅飛數入圍成績，重飛提供3匹，入圍1匹；落飛提供15，入圍7；回飛提供6，入圍5。重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2場6號佐治傳奇，級別 B1，全飛拉動3.61，賠率10。第6場10號桃花多，級別 E1，指數74，全飛拉動4.29，賠率8.8。第7場9號青雲龍區，級別 F2，指數73，拉動2.99，賠率17。第8場13號好有心得，標籤馬膽，級別 C3，指數98，拉動4.25，賠率7.1。第9場1號手到齊來，標籤馬膽，級別 C2，指數96，全飛拉動5.67，賠率7.6。第10場4號喜尊龍，標籤小心，級別 B1，指數87，拉動6.44，賠率3。落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1場11號同寶寶，級別 D2，全飛拉動0.94，賠率6.7。13號武林至尊，級別 E6，拉動2.26，賠率5.2。第2場1號馬達，標籤馬膽，級別 C1，拉動2.16，賠率6。2號豐功偉績，級別 E2，拉動0.78，賠率5.5。第3場2號有形量，級別 C2，拉動0.91，賠率7.4。5號福聚，級別 B1，拉動1.94，賠率2.7。6號喬峰，標籤古惑，級別 D1，拉動1.3，賠率8.2。13號新力嬌，標籤小心，級別 C1，拉動1.43，賠率9.7。第4場2號星運笑着，標籤古惑，級別 B1，拉動0.38，賠率7.7。第5場1號紅衣醒目，標籤實力，級別 D3，拉動1，賠率4.5。第6場4號康樂高球，標籤高基，級別 E2，拉動2.41，賠率3.3。第7場2號君子傳承，標籤馬膽，級別 A1，拉動0.16，賠率2.1。5號安可，級別 C2，拉動1.26，賠率8.3。第10場7號一定超，標籤馬膽，級別 A1，拉動2，賠率3.6。回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1場7號進彩飛馳，標籤古惑，級別 C2，全飛拉動-1.63，賠率6.6。第5場12號銀騰，標籤直播，級別 G3，拉動-1.85，賠率10。第6場2號球星，標籤古惑，級別 E4，拉動-1.17，賠率8.2。8號遙遙領先，標籤高基，級別 D1，拉動-1.91，賠率9.8。第7場7號天象龍區，標籤小心，級別 F3，拉動-1.84，賠率6.3。第9場2號會長之寶，標籤小心，級別 C1，拉動-2.82，賠率8。11號展鴻威，標籤高基，級別 F3，拉動-1.71，賠率6.2。14號飛來閃耀，
級別 E1，指數69，拉動-7.61，賠率9.6。第10場9號穿甲戰鷹，級別 B2，拉動-4.98，賠率10。那馬系列突擊馬，第1場5號金德2，級別 E5，佔比 8.26，全飛拉動 0.82，賠率10。8號上市魅力，級別 E2，佔比 6.34，拉動-1.2，賠率18。第3場14號紅海風帆，級別 F1，佔比 8.48，拉動-1.12，賠率14。第5場5號朗日自強，級別 E3，佔比 6.46，拉動-0.12，賠率15。8號環球英雄，級別 E1，佔比 6.78，拉動0.26，賠率12。第7場6號唯美主義，級別 E1，佔比 6.47，拉動-0.51，賠率18。10號勁大威猛，級別 D1，佔比 6.63，拉動0.58，賠率14。第8場4號舉步生風，級別 D2，佔比 6.21，拉動0.3，賠率12。6號精算暴雪，級別 F3，佔比 7.38，拉動0.66，賠率10。第9場1號手到齊來，級別 C2，佔比 7.99，拉動5.67，賠率7.6。第10場10號皇仁歡聲，級別 D1，佔比 7.79，拉動-1.95，賠率19。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會馬上通知你㗎喇，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啦，唔該晒。